那对了啊，那就是我现在没想到的是，每一个状态让他说的把些有种晒，口头和泡泡晒来。这两个人来来去，这要不就我现在啊，把老大，把你弄到了什么了？我这也看到了。啊，这个我这把你搞消息的，这要咱们说他们钱呢，还是那话了，这个我讲为什么就放家里啊，不过还放有钱啊。是我在错的时间相对可能，也是一切都是天意。我今天想认真世界，直到我看你，用真诚把你记忆。我们别如果有缘，分得结局，也是未来的风景。我曾经想认真世界，直到我看你，最后我们离了，而你是你。是我在错的时间，爱在何地？也许一切都是天意。我曾经想认真世界，直到我看你，我们结不了，我们一路多有缘分的结局，直到下一个痕迹。
啊。